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出埃及记31章第1节到11节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之羊。我们曾经在10月12号分享过这个主题，但是今天的经文要接续昨天的经文及主题上帝之人，进一步思考基督徒的角色。因为教会的院子中呢，有一棵树，就是大的樟树，突然间就干掉了。然后经过有一阵大风来的时候，有一些枯干的树枝就被吹落了。对路过的人来说有安全的顾虑。经过讨论，后来联系之后，前天有园艺公司来帮忙教会处理树木。昨天早上做最后的整理。等这个吊车、怪手以及货车都离开之后，就留下了院子以及主日学教室走廊有很多的落叶啦、沙土啦。昨天是教会干事公休的日子，所以在车子离开之后，牧师就开始打扫教室走廊。后来呢，有一位太太看见教会有这个处理树木的工作完毕之后呢，就来关心教会的情形。他就是平常帮教会整理清洁的人。他看到牧师拿着这个扫帚来扫地，他呢不发一语，也去厕所旁拿起扫把，从另外一头开始帮忙打扫。昨天呢，并不是他或是他儿子应该来帮教会打扫的日子，但是他却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，随时看到就来关心，随时看到就愿意拿起扫把一起来清扫。他并不是基督徒，但实际上他的表现呢，确实像是上帝家里的人。昨天我们两个就这样顶着大太阳，共花了约2个小时，把园艺公司整理之后留下的这个脏乱整理好。事实上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兄姐都是这样的服侍。没有意见，你不需要吩咐；没有勉强，却甘心乐意，愿意付出。懂得爱上帝的人会知道如何去做。如同昨天我们谈到了摩西，他到会幕与上帝对话的记载，我们都知道他了解如何去做，因为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31章第7节到11节，这样的记载摩西如何遵从上帝的旨意来建筑会幕。圣经说，就是会幕、约柜这个的盖、帐幕的一切用具、供饼桌和一切的器具、纯金的灯台和一切的用具、香坛、烧化器坛和一切的用具、洗涤盆和盆座、精美的祭司圣服、亚伦和他的儿子执行祭司职务时所穿的圣服、圣油和圣所所用的芬芳的香，这一切他们必须照我所吩咐的制造。
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要在这个出埃及记19章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领受上帝的诫命，如何学习来跟随上帝的一个关键。羊群就是要学习跟随牧者的脚步。基督徒必须学习来跟随上帝，否则的话，就会变成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桥，就完全不像是上帝的羊。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学习羊群来跟随牧羊者上帝呢？因为牧羊人他会带领、会照顾、会保守他的羊群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8节，他这样来提到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。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。他一看见豺狼来，就撇下羊逃跑。豺狼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，雇工跑掉了，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雇工，并不关心羊群。我是好牧人，正如父亲认识我，我认识父亲，同样我认得我的羊，他们也认得我，我愿意为他们舍命。我还有其他的羊不在这羊团里，我也必须把他们领来，他们会听我的声音。这两者要合成一群，同属于一个牧人。父亲爱我，因为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要再得生命。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愿意牺牲的。我有权牺牲，也有权再得回。这是我父亲命令我做的。犹太人又为了这些话起纷争，他们当中有好些人说他是鬼附的，他发疯了，何必听他？基督徒蒙福的条件就如同羊群之跟随牧羊人一样。彼得也是如此的教导初代教会的基督徒。他说，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，要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。我请求你们在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酬报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，却要做羊群的榜样。这样，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，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。同样，你们年轻人应该要服从长辈，大家要以谦卑为装束，彼此顺服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。愿意跟随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骄傲的人基本上是不愿意跟随的。有些人呢，自信自己很会认路，这样的人基本上不太会使用 GPS， 也鲜少去听人家对路线的建议。曾经做过朋友开的车子，夫妻两人最常出现的对话是，坐在副驾这边的说，从这里啦，这条路才对啊。
然后正驾就回答说：“啊，你安静啊，我在开车。”如果这样的对话是用在基督徒，就是羊群对上帝牧羊人所说的话，那么羊群怎么能够得到牧羊人的保守呢？不跟随就离开了保守的范围了，不是吗？我是主羊吗？我应该如何跟随？应该如何做来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羊呢？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，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，他神圣庄严。大能的王啊，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支持公道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，他神圣庄严。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，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草场上的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，成为受赐福的一群羊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